今日要攞衫嚟改，順便帶大家嚟睇下呢個屋村商場。馬來西亞人嚟香港多數都會去旅遊區，其實香港都有好多民生商鋪喺啲商場仔入邊，專做 local 人生意。今日我哋要去嘅地方係位於將軍澳嘅維安商場，同馬來西亞好唔同。香港有好多鋪頭都喺商場入邊，但係我發現近年馬來西亞都開始越嚟越多商場，會唔會最終取代咗巴沙或者街鋪，就真係要睇之後點發展。我個人覺得商場都幾好，不過就會冇咗好多本地特色嘅細鋪頭。地下嗰層做食就比較多，多數都係小食店，做學生或者家庭主婦嘅生意。而家5點幾過咗放學個 peak hour， 所以冇乜人流，但係平時都冇乜人流，都係做熟客為主。美容、理髮、鐵打呢類都係做熟人生意。又係小食雪糕鋪，不過冇開。嗱，你睇呢度剪頭髮都比較平，出邊嘅話唔止呢個價㗎。呢度又有夾公仔機，而家香港周街都係夾公仔機，個市差到有啲心寒。我喺香港住咁耐都冇見過咁。平民冷氣水電維修，類似馬來西亞嘅5間鋪。香港人工超貴，維修一次都要成1000蚊，淨係報價都要收錢。呢度有間改衫鋪，只有舊啲嘅屋村商場先生存到。J&T 香港都有。上樓上睇下，呢度有間美容鋪，喺旺區好多都執咗，反而平民商場仲頂得住，可能租金比較平。成個商場都好多補習社，佢哋係最易生存到。不過香港人就會話補習社越多，就代表個商場越唔掂。數唔數到有幾多間補習社？有個有趣現象，馬來西亞啲老師比較受尊重，喺香港好似老師同學生嘅距離冇咁大，亦師亦友。同埋發現補習社係個安全網，啲學生一畢業或者啲人一失業，個個都走去幫人補習，其實咁樣都幾好。嗱，呢間就係的士行，香港啲老闆買完的士牌就會喺度請人揸的士，有時佢會月租個牌俾你，有時就純粹請司機揸車。好多70、80歲嘅老司機冇嘢做，或者想玩外快，就嚟的士行申請揸夜間。呢邊裝修過，睇嚟都係想吸引啲新鋪頭入嚟。呢度開咗間 TCG 鋪。呢年全世界級鋪開到成行成市，炒咳好過炒樓。不過維安商場嘅地點比較偏遠，人流都唔多，始終難吸引到新鋪進駐。不過租金肯定平好多，可能10,000零蚊
蚊一個月已經租到，好啱啲啱啱起步嘅小店。姐姐喺補習社門口等小朋友放學。我想講，香港嘅小朋友讀書都幾辛苦，4點幾放學，仲要補習，仲要學樂器跳舞。有人話香港人人均鋼琴8級，我覺得誇張咗啲。不過的確個個人都識一樣樂器。可以見到呢度好多鋪頭都冇開，因為呢度租平，好多人租呢度當貨倉用。平時都係做 online sales， 有需要嘅時候先嚟攞貨，好似唔憂做咁。呢啲就係香港嘅茶室。鍾意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 share，下次見。